道系青年的日常生活。珊姐，啊，快点出任务，把东西都带上啊！知道了，师傅。有没有带点什么？带你想带的，快点啊！知道了，师傅。珊姐，东西都带好了吗？放心吧，师傅，带的满满的。好，我们出发。好。珊姐，带的东西拿来，你到我地方了。啊。这啥这个？带东西啊？不是你带这个吗？啊？不是这个。这啥呀？这个？法器呢？东西呢？我这带，你不说让我带我想要的吗？你是找打呀？棍子带了吗？没带棍子。我带棍子了。来，山月来，棍子给我来。我的妈呀！